前段時間去電影院睇《寒戰1994》，口碑同埋票房都唔錯。比較意外嘅部分係，除咗一眾老咗嘅法拉利被稱讚之外，最吸引眼球嘅居然係1994裏面廖子妤同埋吳慷仁呢一對戲份並唔多嘅偽骨科 CP。新科金像獎影后廖子妤扮演嘅姑姐仔，同埋吳慷仁扮演嘅侄仔，戲裏面嘅對手戲雖然好隱忍克制，戲份亦都好少，但係嗰種不被世俗同埋家族接受嘅禁忌之戀嘅張力表現得淋漓盡致，令到好多嘅觀眾都欲罷不能。喺電影裏面迷倒觀眾就係演員演技嘅力量，而戲外上演真實版嘅禁忌之戀，咁刺激呢就係實打實噶啦。廖子妤同埋吳慷仁扮演嘅姑侄，人物原型就來自於香港頂級豪門賭王何家，關係係堂子弟。只不過藝術來源於生活，又高於生活，喺呢部電影同埋現實關係裏面係唔成立嘅。準確嚟講，應該係《寒戰1994》裏面嘅姑侄 CP 原型來源於賭王何家，但係豪門原型人物嘅關係遠比戲劇角色更加狗血，更加離奇。寒戰劇情俾嘅人設係一對偽骨科，姑姐呢係家族收養嘅，姑侄兩個係冇血緣關係，只有倫理上面嘅輩分之差。但係現實裏面何家呢一對堂子弟係真有血緣關係，而且關係仲相當近，並且呢兩個人嘅不倫行徑非常之瘋狂，上演咗一場跨越70幾年嘅恨海情天，經歷分手復合、雙雙出軌、偷情，連生2個私生子，公開認親私生子，又反目成仇，為錢告上法庭，最終老死不相往來，直到去世亦都冇問恩仇。咁樣嘅豪門故事離譜嘅程度可以話係 TVB 嘅編劇都唔敢寫。廖子妤同埋吳慷仁扮演嘅角色對照組係賭王何氏家族嘅何婉琪同埋何鴻章。何婉琪係賭王何鴻燊嘅親妹妹，排行第10，人稱10姑娘，自幼聰慧，長大之後又美貌過人。據說跟住阿爹遠赴越南嘅時候，仲迷倒咗最後一任皇帝。1941年返到香港嘅何婉琪參加家族聚會嘅時候，同堂細佬何鴻章重逢啦。兩個人居然一見鍾情。要講外形，確實亦都好登對，都係精緻型嘅俊男美女。混血兒嘅優勢喺佢哋兩個身上特別明顯。但係要講親緣關係，咁就真係太刺激啦。我哋講下何家家譜係咁樣嘅：何鴻燊何婉琪嘅阿爺呢就叫做何福。何鴻章嘅阿爺呢就叫做何東，何福同埋何東係一對親兄弟，亦即係話何婉琪同埋何鴻章係堂子弟。雖然比起同一個阿爺嘅嗰種堂子弟，血緣關係要疏一啲，但係咁亦都係實打實嘅血緣親人啦。所以理所當然，當呢一對堂子弟嘅地下情被發現之後，家族長輩即刻就棒打鴛鴦，將佢哋兩個強行分開咗。操作方式係送何鴻章出國留學，以及安排何婉琪嫁咗俾商人麥志偉，並且生咗一仔一女。比起何婉琪聽從家族安排嫁人生仔，留學返嚟之後嘅何鴻章喺婚戀上面亦都聽話又盡力，佢娶咗個英國妻子，仲一口氣生咗8個小朋友。只不過呢10個小朋友並唔影響何鴻章同埋何婉琪嘅感情大局。留學歸來之後嘅何鴻章同堂家姐何婉琪再次重逢，愛火瞬間重燃。兩個人喺婚姻續傳期間雙雙出軌，維持咗幾十年嘅情人關係。何婉琪仲為何鴻章喺婚內生低咗兒子麥信明，以及係女兒麥惠玉。後來何婉琪同埋麥志偉離婚，淨係話丈夫屋企當年就係偽富豪，自己被騙婚以及係其他，將婚姻失敗歸咎於前夫身上。對於自己同埋何鴻章嘅婚內出軌生 BB， 隻字不提。咁當時佢唔提，亦都可以理解。畢竟呢一單豪門不倫一旦爆出就係轟動性嘅醜聞，冇人會希望公之於眾，哪怕係被戴綠帽嘅前夫。但係冇諗到嘅係，第一個攞私生子要挾佢嘅，居然係佢自己嘅親生大佬何鴻燊。何鴻燊同何婉琪原本係一對感情好好嘅親兄妹，澳門賭場事業亦都係佢哋兩個一手打拼出嚟嘅。
後生時候就非常之有商業頭腦嘅十姑娘，喺第二次同何鴻章被逼分手嘅時候，攞住何鴻章俾佢嘅200萬巨款，當年嘅錢啊，唔係而家，全部就投資俾何鴻章嘅賭場，成為咗大股東。有咗佢嘅參與同埋管理，何鴻燊如虎添翼，兩兄妹就聯手趕走咗葉漢等人，成為咗一家獨大嘅澳門賭場話事人，成就咗後來嘅賭王風雲。除咗何鴻燊被尊稱為澳門第一賭王，十姑娘亦都成為咗名震香港嘅鐵娘子。但係冇諗到嘅係，錢能夠讓一切離心。由於何婉琪最寵愛嘅私生子麥信銘係一個車眉又爛賭嘅二世祖敗家仔，同賭王就惹咗唔少嘅麻煩。何鴻燊就趁住呢個理由開始密謀將何婉琪踢出賭場。喺四太梁安琪入職澳娛成為賭王助手之後，何鴻燊嘅計劃開始正式實施。賭王就稀釋咗何婉琪嘅股份，又要求何婉琪將股份轉俾梁安琪。據說仲用私生子嘅秘密嚟要挾佢。激到爆炸嘅何婉琪唔單止拒絕咗，仲搶先一步自爆私生子嘅秘密，承認麥信銘係何鴻章嘅仔，亦有傳係麥信銘爆料俾媒體嘅。跟住就將何鴻燊告上法庭，話佢忘恩負義，逼自己轉讓股份。何鴻章一開始係真心實意認低麥信銘嘅。2001年6月，麥信銘因為爭咗1.5億嘅賭債，被何鴻燊公開插佢。為咗證明自己根本唔需要靠舅父，佢直接開咗記者會自爆生父係何鴻章。冇諗到75歲嘅何鴻章唔單止冇嬲，反而即刻企出嚟承認，話呢個係自己同十姑娘嘅仔，仲公開表示會喺遺囑嗰度加上佢嘅名。2003年10月，麥信銘正式改名為何東信銘，用咗太爺何東嘅名，仲捐咗100萬起醫院，風風光光認祖歸宗。但係何婉琪未高興幾耐，煩心嘅事就接踵而至。佢同何鴻燊嘅股權公司打咗整整4年，2002年被踢出咗澳娛董事局，2005年更加係被徹底從股東名單裏面除名，手入邊嘅股份亦被稀釋到幾乎一文不值。何鴻燊贏咗官司之後特別得意，公開話邪不勝正，仲冷冰冰咁樣表示就當少咗個妹，兄妹兩個徹底斷絕咗關係。呢邊啱啱失去事業，嗰邊寶貝仔又開始瘋狂敗家。何東信銘認祖歸宗之後，徹底就放飛自我啦。每日就踎喺賭場嗰度，一晚上輸幾百個就好似家常便飯，投資乜嘢就蝕乜嘢，欠嘅債越嚟越多。何婉琪將自己剩低嘅所有積蓄都攞出嚟幫佢還債，甚至仲變賣咗名下嘅豪宅。2009年，何東信銘同結婚18年嘅 TVB 花旦陳復生鬧離婚，唔單止將屋企裏面嘅積蓄敗晒，仲喐手打老婆。離婚之後，連親生仔嘅撫養費亦都係1個仙都唔俾。呢種種徹底激嬲咗何鴻章，佢本來就對何東信銘頻頻伸手攞錢不滿噶啦，呢一次更加係心痛心抱陳復生，直接喺媒體面前斬釘截鐵咁樣講。佢唔係我個仔，我又冇驗過 DNA， 你問佢阿媽，佢係邊個個仔啦？何婉琪當場有隻激到眼火都爆，即刻就帶住何東信銘將何鴻章告上法庭，告佢誹謗。何鴻章亦都不甘示弱，反過嚟起訴何婉琪，要求佢歸還當年個200萬港元嘅投資款，同埋對應嘅澳娛股份。一對相愛咗幾十年嘅老情人，就因為呢一個廢柴敗家仔徹底反目成仇，老死不相往來。何婉琪後來嘅生活就喺動盪之中度過，活喺咗破產傳聞中。出書鬧過親大佬何鴻燊，同何鴻章至死都冇和解。何鴻章去世之前嘅遺言，希望何婉琪同埋何東信銘可以出席葬禮，但係何婉琪拒絕咗，淨係送咗個挽聯，就讓往事隨風啦。2018年，何婉琪去世，享年95歲。睇起身好似係高壽善終，係咪？但係其實生前佢一直被秘密安排養病，15年冇公開出現。佢去世之後，子女都係通過媒體先知道親生阿媽去世啦。八家姐何婉紅同埋女兒麥慧貞係2012年仲發過尋人啟事，但係直到死都冇能夠見到何婉琪。
據說何婉琪臨終遺言係要何鴻燊還佢錢，睇落呢亦都係帶住滿腹嘅怨念同埋意難平而離世。人生95年，精彩跌宕過普通人3世都唔止，但係質量係點，個中滋味只有何婉琪自己最清楚啦。電影裏面寒戰1994嘅偽骨科 CP 再令人點上頭，亦終究係編劇筆下嘅溫柔想象。而何婉琪同埋何鴻章呢一場跨越70幾年嘅真骨科愛恨，卻將人性最複雜、最狗血，亦都最殘酷嘅一面，赤裸裸咁樣展現喺世人面前。佢哋曾經係香港最登對嘅豪門金童玉女，卻因為血緣身份被家族強行拆散。各自結婚生仔之後，又舊情復熾，喺婚內偷偷相守幾十年，連生咗2個小朋友都唔敢公開。佢哋曾經係最親密嘅情人，亦都係最默契嘅商業夥伴。聯手何鴻燊打低咗澳門賭場嘅半壁江山，成就咗一代賭王嘅傳奇。但係邊個都冇諗到，最後毀掉呢一切嘅唔係世俗嘅眼光，而係赤裸裸嘅金錢同埋權力。當年何鴻章俾何婉琪嘅200萬定情錢，成為咗後嚟2個人反目成仇嘅導火線。佢哋最痛錫嘅私生子，成為咗互相攻擊最鋒利嘅武器。親兄妹搲爛面對簿公堂，舊情人互相詆毀，老死不相往來，連親生父子都可以話唔認就唔認。何婉琪活咗95歲，一世人風光過，亦都落魄過，愛過亦都恨過，最後卻落得個被軟禁15年，子女都見唔到最後一面嘅下場。臨終遺言仲喺度掛住叫何鴻燊還錢，而何鴻章到死都冇能夠等到何婉琪嘅原諒，帶住一世嘅遺憾離世。講到尾，豪門裏面最唔值錢嘅係愛情，最經唔起考驗嘅係親情。嗰啲愛人羨慕嘅榮華富貴背後，藏住嘅係數唔清嘅算計、背叛，同埋一世都解唔開嘅怨念。電影總會有圓滿嘅結局，但係現實裏面嘅恩怨情仇，直到人死都冇能夠畫上句號。